第四章，咱既然老了有进入伊安息的应允，就着惊吓，免得咱中间欠菜有人，亲像是赶袂上的。因为有福音传互咱，亲像传互因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，甲因无利益，因为因无信心，甲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总是阮已经相信的人，得到进入迄个安息，拄拄亲像上帝所讲，我伫受气中起咒詛讲，因断断袂通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的工，对创世以来已经成全啦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位讲，到第七日，上帝就休伊一切的工。搁有一位讲，因断袂通进入我的安息。既然有的确进入安息的人，迄个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无信叹，袂得入去，所以过了侪年，就伫大话的册顶，搁限定一日，就亲像以上所引的讲，恁今仔日若听伊的话，就毋通疑心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因向安息，后来上帝就无搁提别的日子。安尼看来，的确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为上帝的子民存留。因为迄个进入安息的，就是休家己的工，拄拄亲像上帝休伊的工一样。所以咱就出力进入迄个安息，免得有人学迄个无信叹的款式跋倒啦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面的剑搁较快，甚至魂甲灵、骨节甲骨髓，拢会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甲主意，拢会辨明，并且受造的无一项伫伊面前无显然的。原来万物伫迄个甲咱有关系的主目前，拢是赤裸敞开。咱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关天尊贵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囝耶稣，就着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为咱的大祭司并毋是袂为体恤咱的软弱，伊也捌凡事受过试探，甲咱一样，伊是无犯罪，所以咱只有好胆无惊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到怜恤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赞。